我的
各位好姐大家平安。平安。这是请咱以万心来开始参加敬拜上帝。我说了。大官人家的囝，恁着将阳光快乐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他甲来吟诗，阿拉上帝圣诗第23首，圣诗20首，七照的主，海岸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分扫教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圣诗23首，请咱起来吟全首。七照的主，海岸的主，东西七星的主。就怎样来敬畏？阮就怎样来学乐？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分扫教的主。
的主，永远受敬的主，愿着全有现真爱，愿着全有着和平，万世主心地的主，主必聆听的主，愿着全有现喜乐，全有是天的天光。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头前13页，跟住咱大家坐下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天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加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今日三个来高祷上帝的话。启文23，启文23，也就是诗篇96，1039页。迄个，我用地位来启你来用，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就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就日日宣布伊今日的好消息，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就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更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天，尊严、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官员甲英雄充满伊的圣所。地洲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官员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着带这年进入伊的殿院，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就对伊面前迎迎披刷，就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间内面的欢喜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城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啦！伊要来审判高地的，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心审判万民。以上，这是请咱后头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你定下的日子，阮伫心中要充满伊所赏赐的喜乐甲平安。当我今仔日来到教会敬拜你，要听你通过叶牧师的嘴所传讲的信息，互我更加明白明白你的真理。而且阮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也搁一摆感谢你，因为你看顾甲束缚伫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的身上，互有智慧、有气力，为着教会的事工来拍拼。有人奉献时间，有人奉献金钱，有人奉献气力，有人奉献伊的智慧。阮特别感谢主，特别搁伫教会无牧者这段时间，
互阮大家当互相学习甲鼓励，彼此相听。阮的软弱求主你收拾阮的溃烂，阮的无完全求主你怜悯。现在最后所祈祷，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从世间人对你的救助当中来拯救出来，完全宇宙万米，全人类拢要齐声学乐这个奇妙恩典。我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承认阮的过失。阮知影你的慈爱甲慈悲甲仁爱，你要赦免阮的罪。由于阮准备心要来领取救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来清起阮的心，当互主耶稣基督来进入阮的心中，对阮的心来讲话。但伫这圣诞节的节期中，由你搁一摆警醒阮，专心注目领取你的降临。阮也要为着教会庆祝圣诞节的各项事工，献上阮的感恩。恳求主你带领阮一切工作，拢会当顺利进行。当我再一摆感谢主，互阮伫主日的早起有遮大的福气，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敬拜你。这时阵，阮也要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体会你的话，来成就阮脚前的灯，成就阮路上的光。所以，阮将这个时间摆在你面前，求你讲三个地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赞美请献歌队。
咱感谢圣我对学了的声音。下面咱们三甲来恭修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和合本第47页。台语汉语版是39页，现代中文版是56页。马可福音第1章到第8节，第1章第1节到第8节，迄条我用白话字来读。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像伫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你找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有咧叫伫旷野的伊的声音讲，叫避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传反悔洗礼，互人得到赦罪。第5节，从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众人拢出来就近伊，认因的罪，伫约旦河对因受洗礼。这个约翰穿骆驼毛，腰下披带，食草莓啊，甲沙野的蜜。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缀尾我来，就屈落来偷伊的下带，我也袂堪得。我要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恁洗。以上愿上帝话，当作咱的祝福，告诉互听伊的话的人。下面讲到。今仔日叶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新的新教，咱请叶牧师。咱各位西湖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今仔日。我搁一遍来到伫咱西湖教会来分享圣经信息。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按下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恳求上帝你守护阮圣神的同在，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透过圣经的分享，尤其是圣经的话。主啊，恳求上帝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灵命哪加添，互阮信心哪坚固。阮将以下的时间交互主你来引带。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大港主日第4主日，伫今仔日，咱来思考这个大港节的意义。这个全新的新者，咱知影人人拢真爱新的物件，真侪人爱买新车，为什么？因为新车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气味。甚至有的车厂卖二手车的时阵，伊故意用一寡迄个清洁剂，有迄个新车的味。你敢知影？这是二手车的生意人常常做的代志。互你买二手车，感受到袂输是买新车的迄款的感受。真侪囡仔也拢爱新的佚佗物啊。所以永远出去踅街，拢会要求父母家己买新玩具。真侪人无论男女，伫橱仔内底永远捡一领新衫，也是下橱仔内底永远捡一双新鞋，所以才会一直买一直买。咱拢会当体会旧的物件。状况搁安怎好，往往无办法互咱同款得到迄款新的物件，有同款的欢喜。这就是人人拢爱新的物件。
同款的，有一寡基督徒会感觉讲，若每一个主日，牧师伫台顶拢讲同款的物件，久了后加减，嘛会感觉讲，这就像倒一年、倒一月、倒一日，嘛讲过咧。咱嘛期待常常会听见新的信息，也是同款圣经的话，更新互咱会当透过礼拜中间圣经信息的分享，互咱有新的体会。大降节的意义也是安尼，基督徒过大降节，迄是千多年的历史啊。但是每一年的大降节，咱拢期待伫咱点到垃圾的相时，互咱体会到耶稣降世的新的意义。所以今仔日咱来思考，就是上帝道成肉体，加做耶稣降世伫世间，带来互咱即个新的身价，也就是上帝授予咱新的生命，以及咱甲上帝即个新的关系。今仔日咱所读的是马可福音的上起头。马可福音1章1节开宗明义就甲咱讲，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就是马可福音正式的标题。甲咱讲马可福音到底是要甲咱讲什么？就是互见证咱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是即个好消息的上起头，伊带来互咱即个新的好消息。所以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为着咱人类做一件以前人类所毋捌记到的一个伟大的代志，就是互即个世界有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马可福音写这卷册，这个马可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知影，也通体会到这个好的消息。福音希腊文的原来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咱传福音就是传互众人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的这个好消息，也是互众人会当体验到，就是咱因为主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的救主，所以咱是一个新的人。以前种种拢是过去，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甲咱同在，咱每一天咱拢成做一个新的人，咱拢有新的生命。真侪圣经学者拢认为讲，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上早写的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一开始记载着，就是对旧约圣经的所讲的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约的时代。伫以色列先知停止预言、停止传讲几百年了后，上帝借着行使的约翰拍破这个无上帝的话，搁互先知来宣讲的这个沉寂、点点无声的时代。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是讲到行使的约翰为着上帝备办迄条路。行使的约翰所传的，甲犹太人以前所听的是无共款的。犹太人到耶稣出世以前的迄段时间，因开始认为讲，只要阮守律法，阮就是上帝所应允上帝的子民，
阮就有特别的祝福。只要阮守着即个祖先留落来即个摩西的律法，这是因所听到的。但是加色的约翰为着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降世，加色的约翰避办迄条路，伊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是要互人认罪。这对犹太人，迄当初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一个好一个信息。行洗的约翰，这个洗礼的行动，就是上帝要带予这个世界全新开始的信号。这也是为什么咱认耶稣做救主，咱要成做基督徒，拢需要领受洗礼的原因。因为洗礼就是一个全新的记号。无论你以前怎样，当你愿意领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讲未来我所要行的路是耶稣基督带领我行。以前无论你工作偌精彩，无论你以前也是你以前的生活是凄惨落魄，当你领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互伊来引带你。以后你所求的，毋是干那家己的好，你所求的是有上帝的同在，是有我所行的，拢是下伫上帝所教示我的。我愿意为主来活，安尼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洗礼就是上帝互人悔改，并且互人通得到赦免的记号。所以无论你是已经领受过洗礼，成做基督徒，也是你即马是迄无道中间，迄追求上帝大降节、甲圣诞节这段期间，这段节期的期间，是咱拢爱问咱家己，即个照着耶稣降生来世间，带予咱即个新的开始，是怎样伫即马又然影响着咱的生活。就是兄弟，圣子耶稣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甲上帝的关系。耶稣所改变的，就是上帝的百姓以前是透过侪真复杂献祭的仪式，亲像旧约所讲的安尼，爱透过祭司甲上帝献祭，然后咧，咱甲上帝间接的接触。这是以前搁爱透过香港开始甲中国接触，后来有小三通，但是后来咱即马无爱小三通，因为惊讲 COVID-19 会影响到台湾。但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对伫耶稣了后，咱是直接的，咱毋免甲啥物人、啥物通，咱直接有上帝甲咱来通就好。所以耶稣基督带予人类生命的改变，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毋免阁透过祭司，也毋免阁透过献祭的仪式，咱直接甲上帝来通。耶稣基督所改变的第二项代志，就是上帝无阁需要透过先知来对咱讲话。上帝是照着耶稣所授予予咱的圣神的同在，上帝直接对咱的心来讲话。所以咱长老教会相信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当你有圣神的引带来读圣经，来听去圣经的分享的时阵，实际上你爱求上帝圣神，和上帝的话，亲像上帝对你讲话同款，
来改变你的心。所以常常咱长老教会礼拜中间，牧师敢是拢会讲台顶的讲员拢会讲，求上帝圣神定带领咱的心思意念，定当然祈祷中间定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上帝圣神带领。所以有时阵咱读圣经的时阵会有无了解，不要紧，咱爱求上帝圣神，互咱得到智慧来了解。有时阵检测，有时阵你伫讲道的过程中间，礼拜讲道过程中间会感觉讲，今仔日我好亲像无感动，但是不要紧，上帝的做工有伊的时间表，有伊的方式。所以第二项改变的是上帝直接对咱讲话，透过圣神对咱讲话。第三项改变的是啥物？上帝甲咱的关系是咱个人甲伊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是上帝临到咱的生命中间，伫即当中，伫即个时阵，甲咱同在，甲你同在，甲我同在，这是直接的关系。这是个人的生命甲上帝的关系，咱无过是透过讲我是几代的基督徒，也是讲透过讲我是学历偌悬，也是我有啥物特别的经验，毋是上帝临到咱的生命中间，直接来甲咱建立迄个伊甲咱的关系。这就是第三项的改变，这也是先知以赛亚所讲，这个以马内利的记号，也是耶稣降世了后，透过顶四十字架顶死埋葬，然后上天所改变咱的。咱有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伫你我的心中，伊直接来引带咱。所以说，上帝道成肉体，加做耶稣来降世，这是2000年前。第一遍人类所过的圣诞节，一直到今仔日，咱庆祝圣诞，因为上帝伫2000年前，成做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耶稣，成做甲咱同款有即个身躯的耶稣，临到咱即个世界，住伫上帝百姓的中间。即个信息咱听几若遍啊，几若10遍啊。但是你敢知影，上帝道成肉体的意义，对伫咱，就是上帝捌透过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成做甲咱同款有即个身躯，有即个感情，有即个感受的耶稣。所以你检测即马心中忧闷，检测你即马身躯有病痛，上帝拢知。因为耶稣，上帝捌透过耶稣，成做肉体，甲咱同款的肉体，甲咱同款有迄个情绪。耶稣也会伤心流目屎，耶稣也会因为不义来受气。你所感受的，上帝拢知；你所经验过的，上帝捌透过圣经耶稣拢感受过。所以咱来思考。为什么历史中间人类对伫皇帝所谓的微服出巡到民间，即款的故事真侪拢是假的，但是人拢真爱听。反倒等对即款的故事会有兴趣，微服出巡。所以杨梅调有啥物？乾隆下江南，游龙戏凤，然后咧，咱台湾。连续剧1971年，这可能，这牧师出席以前，台湾，嘉庆君甲王德律
哦，这我真正毋捌看过，我出席意见。哦，这个华视哦，打开始有华视，就用这个连续剧，听讲迄当阵哦，这个非常诶出名哦，甚至联考也考这条，你敢知？考讲哦，倒一个清朝皇帝来过台湾，结果以上皆非，哦，因为这个故事是假的，哦，有龙戏凤，听讲嘛是假的，哦，哦，这乾隆下江南啊，嘛是假的啦，哦，但是人就是安尼，对这款代志拢特别有兴趣，就亲像以色列人。因本来等待的是一个弥赛亚，一个带因来脱离罗马统治的军事领袖，但是咧，上帝就知影人所会有感受到特别感受的是啥物，所以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耶稣降世伫世间，这是真的，这是。你若想讲，连台湾人拢会对这个皇帝来台湾遮尔有兴趣，但是以色列百姓因所经验到的，这犹太人所经验到的，是耶稣真正来到伫因的中间。所以咱过圣诞节，也是仰望上帝透过耶稣，搁一遍临到世间。互咱搁一遍来经历着，甲耶稣基督面对面，会当搁甲实际实体甲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这也是伫圣诞节进前的大降节中间，庆祝上帝早就伫2000年前透过耶稣互人类会当甲上帝恢复关系的机会。来兄弟，耶稣降世4个月，带予咱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新的身价，就是因为罪得到赦免，咱基督徒有一个新的性命。所以，咱一定要记得这项代志，就是咱成做基督徒，咱是受上帝赦免的罪人，得到赦免的罪人。所以咱莫袂记住，咱犹原有可能会犯错，所以咱要谦卑。但是你免失志，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赦免咱所犯过的错误，咱伫上帝面前得到伊接纳，重新成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所以上帝听咱，无看咱的过去。所以，这个受赦免的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咱基督徒安怎看咱家己？咱一方面，咱爱谦卑，咱爱知影咱的软弱、咱的不足；但是另外一方面，咱莫失志，因为上帝看咱是亲像伊的囝儿，伊未看咱所做过的错误，伊犹原愿意重新接纳咱，互咱有新的机会。所以，这个新的新者，这个新的新者，其实是咱每一天拢会当经验到的，就是咱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咱个别咱家己的不足，咱的欠缺，咱离开遐会引诱咱来犯错，遐的话，遐的行为，遐的无好的影响。所以，咱这个新的新者，这个互咱有一个新的愿望、新的使命、新的人生观，互咱对绝望甲罪恶感的中间来讨伐，咱的生命会当进入一个长保如新的状况。咱无搁互过去种种来捆绑，互咱袂当向前行。来兄弟，加拉太书保罗讲啊真好，讲咱既然已经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咱即马活咧无搁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活咧。
基督伫咱内面得活。咱即马活的无过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得活。所以兄弟，因为基督伫咱内面得活，所以咱每一天拢通迎接迄个新的早起的迄个光。咱无过是互过去的乌云、过去的种种来影响、来捆绑。咱毋是互过去遐个黑暗来抗力。所以遐说，耶稣基督所授予咱的新的生命，就是互咱会当用新的方式来经验到上帝丰丰富富、佮久长不变的疼。所以，愿咱伫大降节的节期中间，咱通体会到耶稣圣诞这个新的新日，是好过别人送咱迄个实体的圣诞礼物。因为这个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授予予咱这个新的新日，是超越人所通想象，是要透过改变咱的心，互咱对内到外、对内到外转变咱的生命，互咱会当期待每一天拢有迄个新的光来迎接咱。咱无过是看后面，咱是愿意互上帝亲自来引带，来看头前，来向前跑走。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耶稣伫2000年前降世世间，改变原本迄个无愿意改变的世界。你互阮看见，你是真正以马内利的上帝，你真正甲阮三角之地，你透过圣神的引带阮，互阮时时刻刻拢有主你对阮讲话。你也互阮会当得到圣神引带，你透过无论伫人的眼中是好是歹的代志，你引带阮，互阮学习哪来哪倚靠你，互阮学习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你也互阮看见阮的软弱、阮的不足，互阮搁较愿意互主你来引带。所以恳求上帝你伫阮生活的中间，时时刻刻，互阮会当深刻体会到你甲阮同在。来恳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互阮会当透过亲近主你来得到愿望，来得到信心的加添，互阮甲主你同行。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感谢叶牧师传讲好的信息吼，新的新约要改变咱的心，互咱转化咱的信仰。只是咱要用信息581首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81首，救主耶稣万福丰源，恳求阿乐听称赞，主事恩惠。袂捌停止，大声吟诗来俄乐来赞美，热心俄乐拢无时停，好海声音透天庭，山上帝疼痛恩典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煞。
445881，请咱起立来。请坐。是咱要来奉献，请吉兰最事甲民兵。起立。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酒报吼。你今仔日先来无吼？好，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真感谢业务署的讲导吼，援助束缚业务署所做工。报告着事项第二项，咱本会放弃乡甲春英节外孙吼周亮成，应该是昨满月嘛吼。咱真感谢放弃乡甲春英节准备满月的纪念歌啦吼。这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咱也祝福祝福放弃乡甲春英节因一家拢身体里拢健康平安顺利。第三点，咱今仔日下晡1点，小会议长黄春新牧师要来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讨论明年的事工甲明年的新的预算，请咱中执来参加。报告事项第四项，咱教会圣诞礼餐伫即礼拜拜六12月24日中昼11点半，伫一龙日本料理店伫滨江店遐，伫民族东路333号5楼。伫滨江国在市场的顶岸5楼啦
爱餐的活动是刘长老来负责吼，咱欢迎兄弟大家会当邀请亲友来参加，甲提供节目。现代爱餐若要参加的，请秋妹执事来报名，报名费是200块。这个事项第5项，咱12月25日下早10点要过圣诞节赞美礼拜，圣歌队来负责。有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影片的回顾吼。也感谢秋妹执事的制作。另外有买100份的圣诞歌，咱也感谢秋妹执事来采购。第6项，咱教会有买2023年，就是明年的新的月历放伫交代的所在吼，要政府每一个会友，大家会当自由来摕。祝福大家2023年新的一年，大家稳定满满。圣港的事项，这礼拜交代是寿品节吼，甲银行乡茶会是梁长老，青少是秋妹节。后礼拜是讲道是江长老，诗会是明义长老，诗琴是刘秀文老师，领唱是吴用技术，诗弦是吉兰执事跟明明执事。我刚诗音是不是讲错了？我看错了哈，抱歉，我看到右边那一行，太久没来了。交代是谢宝姐甲迄个苏长老，茶会是秋妹姐甲青少是小宝姐吼。主会活动，咱早间祈祷会目前是暂停啊吼，每一礼拜主日的下早8点半是圣光队开始练唱吼。这礼拜出席的人数，奉献的统计，请咱家己来看吼。然后出入来向会期还是出来的见证。大多数项，第1项为着配幕圣灵引带了合一新的牧者来牧养。第2，明义长老的妈妈吼，现就是住伫病院咧治疗啦吼。听讲会长体较寒，爸爸嘛，差不多向头讲，前面就是讲吼。咱大家来继续为来祈祷吼。第3项，为着身心灵欠安有主来看顾，平安喜乐吼，大家互相来祈祷。第4项，为着中一个同工，会让求主坚固，兴趣合一来得着主的欢喜。第5，为着疫情的减少吼，咱也守守平安，来感谢上帝。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我先读一遍吼。有伫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咱大家来读来。有伫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有伫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万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福音1章3节。这是咱互相请安。这是咱上用吼来念396上帝祝福，打要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心爱互助欢喜，跟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请咱起立来吟。主显明。
恁就互圣神进入恁的心，互圣神改变生命对内到外。每一日拢会当看见新的愿望，也会当因为愿望，会当勇敢向前行，因为有上帝在带领。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救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